台南市法定无烟骑楼记者会，会中邀集连锁超商甲咖啡店业者，统一 7-Eleven、全家、莱尔富、OK、美联社、星巴克、85度 C、路易莎、Kama Coffee、多纳兹产物正式宣告，自今年6月1日起，台南市境内连锁超商、咖啡厅门市的骑楼为全面禁止食薰的场所，一同为民众健康把关，避免受到二手薰的危害。有效抑制吸烟人口，一方面也让市民朋友接触二手烟的机会，能够更降低，那也希望说让我们年轻朋友，尤其许多超商或者是咖啡店的这个骑楼都是很多年轻朋友聚集的地方。那么超商跟咖啡店在骑楼又设有座位区，如果在那边吸烟，其实一方面烟蒂会乱丢。另外一方面，也造成旁人，不管是经过的人，或者是在那边逗留的年轻朋友们，接触二手烟的几率大为提高。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做好，此其时矣，也应该好好的做。那请大家共同一起携手来维护市民朋友的健康，一起来对于骑楼吸烟的一个抑制。市府自去年12月开始宣导超商、咖啡厅、骑楼禁止食薰，现在这个行政公告将在6月1日正式生效。食薰的民众未来若是伫超商，或者是咖啡店的骑楼食薰，上悬会当处罚1万块；店家若是提供食薰的器具，会当罚5万。为了家己的健康甲金钱，上好是戒烟及早，生命美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